咱聚会要开始啊，请咱平凡心来来礼拜，请奏乐。你着摇花手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手歌，着摇花手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原百姓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做单，应该受一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信诗121首，请起立因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地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地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最下面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请阿门，请坐，请咱来起应。
我有看到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周围有西拉宾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这些信哉信哉信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在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也袂忘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这些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弗天使徛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器对大顶硬热的看，将它捂伫我的嘴唇，讲。这个有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音，讲我通猜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请咱来，我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甲万项好命的源头，我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也感谢你拣选阮遮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影，阮坐、阮徛、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有拄着困苦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我行伫白毯空旷的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极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也有时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影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做顺服的人，伫厝内诚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做一个和平怜悯的人，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甲阮陈永明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这个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台湾族总会主日，欢迎咱的陈明牧师前来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主日就是阴暗7点半有举行UKMO 新年才艺成果发展，地点是伫即个主堂。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做伙来观赏，搁加油。第三点小会伫即个本主日是2月25上午9点举行2024年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事工甲财务报告今仔日一定爱送伫即个办公室以便即个偏印。甲好会手册。第二点，本会伫2月25就是礼拜下晡5点有举行释放勉励餐会，地点是伫莲芳宫，就是博爱2路99号敬请各单位负责人今仔日办公室来报名，以便到的即个备办。第三点。
有报名本会举办读经运动，就是一年甲这圣经有读了的兄弟姊妹到正月30日，就是拜三前读了甲这个迄本读经的迄本册摕去办公室。第4点，本会2月初3，就是拜六上午9点，有即个家庭探访。探访的家庭就是苏瑞玲姐妹、温凤英姐妹、李江秀美、郭阳香长老、黄朝礼这姐妹。探访的这中职有咱的牧师陈牧师、汪牧师、于海平长老、陈美玲长老、高丽美执事、郑美仪执事、黄家斌长老。第5点就是下主日2月初4为澎湖启明教会主日欢迎刘坚旺牧师前来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姊妹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6点下礼拜就是2月初4下晡3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2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东港甲机构的首长列席。第7点，本会伫2月初10，就是拜六上午9点有举行2024新年春送谢礼拜。本会各圣歌队、社青、学青、牧区甲儿童牧区有献诗，会后有餐点联谊，欢迎兄弟姊妹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第8点，春节假期就是第1小点，2月初10拜六青虫礼拜，搁2月14拜三下晡8点，搁周三祷告会暂停一届，敬请兄弟姊妹爱留意。第2点，对2月初8，就是拜4到2月14拜3，就是农历新春年假除了2月初10拜六新春献礼拜，搁2月11就是礼拜日主日礼拜。第2条、第3条、第4条的礼拜联合聚会外，本会办公室无上班，敬请兄弟姊妹爱留意配合。第9点，本会伫3月初1，就是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4点，有举办圣经邮注讲座，就约邀请国际读经会来带领分享。课程内容是摩西五经邮种、耶稣雅记搁记萨姆尔记王国邮种、被掳归回邮种、诗歌智慧书所说明、先知书所说明。地点伫即个富堂费用是600块，欢迎兄弟姊妹当踊跃来做伙来读圣经伫2月18日即个办公室来报名参加敬请小组长会当协助来报名具体消息，圣望爱书房伫今仔日本主日搁下主日2月初4伫教会广场有福音的春联的伫遐卖即个春联，敬请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伫1楼广场会当来选买第2点，互助社第1小点，助学贷款专案利率是无利率的即日起即协会学期这个助学贷款。第2就是社员大会，咱即个主日报2点半伫咱副堂先7点20到2点50报道，过来就是咱若伫2点50进前，才会当摕到毛彩卷是迄个纪念品的咧卷请咱会当来，本人才会当OK
第三就是参会伫9月广场吼，咱若有报名，请一定要来参加吼。到时现金摕100吼，若无诶，毋是社员爱缴500块吼。咱下晡诶汽车是乌多摆拢停伫油箱国小啦吼。OK， 好，我随来接报这个教界消息吼。咱若有参加高雄中会读经运动吼，手扫路加福音吼，咱会当去咱的办公室来摕这个稿纸。为这个助理开始，你会当去登记第2梯次吼。你若要参加，来去登记。第2，高雄中会上年曙光补办春季1日游，3月19。咱若有要参加的人，费用1250块。也未满65岁是1300块。咱的上年生活队一人有补助500。欢迎咱上年的兄弟伫2月18进前4保龄长老来报名吼。第三，咱32届的阿西亚访岸盛会，今年的时间是7月22到29，主题是灵性甲复兴，费用38000。若要参加的3月20进前爱办公室。有迄护照的影印本，搁爱交定金8000块来报名吼。以上吼。咱伫即个方言的部分有一个爱更正啦吼。第7日迄个河地教会主理方言是毋对啦。顶礼拜咱是国内外的宣道主理的方言吼，这做更正无改着吼。以上。请咱来共读上帝话。伫使徒行传14章21到28，已经传福音伫迄个社，互济济人来做学生，就倒转去罗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坚固核心的心，劝伊常常踮伫神。佫讲，咱就对济济艰苦。来入上帝国，伫遐逐个教会，互因设立所敬的教会，禁食祈祷，就将伊交托伫因所信的主，就已经米斯地到邦费利亚，已经讲道理伫别家，就落去亚大利，对遐搭船到安提阿。就是因捌伫遐受交托，伫上帝恩典来行伊所圆满的工，已经到组织教会，讲起上帝所感因行一切事，佫讲上帝安怎样互外邦人开信的门，就甲核心三角带点带电连句。以上上帝祝福伊的话，俄罗且上年圣歌队。
功德伊的题目是建造这地，传承宣教的使命。咱请这个陈永明牧师。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咱安排这个百分中会，这个主日就是因有起做一个宣教大楼。感谢主，百分中会会使讲伫长老教会内底原住民的中会，上届进步的中会，因的中会的运作是差不多是正中会的模范。因只要起做这个宣教大楼因伫宣教伫各方面会使讲伫咱长老教会拢是先锋。感谢主今日有中会代表陈永明牧师，伊是资深的牧师真优秀的牧师所以伊会当用台语来讲道感谢上帝伊即马伫迄个梁山遐延山教会咧牧会咱拍拍欢迎迄个陈永明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好听感谢主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伫遮甲大家来敬拜上帝。特别为着台湾中会兴建起造宣教中心的事工，来到咱油厂教会做请安报告甲募款，感谢正大家的接纳。我嘛要伫遮要代表台湾中会正教会的兄弟，向大家来致意，愿上帝的听甲恩典充满伫咱的中间。今早时的讲道，我要通过拄仔咱所读的圣经节，以一个起造这个地，传承宣教使命，做我的题目，甲咱正大家来分享见证上帝恩典。亲爱兄弟姊妹，《使徒行传》13到14章是记载有关保罗第一摆出外宣教的故事。虽然圣经的记载，保罗甲巴拿巴因伫传福音的宣教旅程的中间呢，因伫逐所在拄着济的苦难甲迫害，总是伫咱看第22节，安尼讲，保罗甲巴拿巴因沿路坚固门徒的信心，鼓励因持守信仰。佮对因讲，咱着经过真侪苦难，才会当进入上帝国。等于完成每一段传福音的事工了后，因着转去安提阿。倒转去安提阿，圣经甲咱讲，保罗甲巴拿巴就调集教会兄弟姊妹，将上帝甲因做伙做一切，以及因和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拢对因来报告。所以伫安提阿这个所在，保罗毋单是报告每摆宣教的任务而已，更加重要的是，保罗分享上帝怎样甲因同在，见证上帝甲因所做的一切，特别因怎样将主的福音往外来拍开，怎样为外邦人开信仰的门。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的圣经节的故事，我非常的有感觉。那亲像台湾族宣教开始历史的故事相款。
会记得伫文献的记载，当1945年，就是民国34年，日本战败转去了后，迄个年的年底，排湾族山地门的部落一个领袖走去屏东教会找柯有才牧师，问讲：阮今后应该敬拜什么神？即句应该敬拜什么神？信心的感动就安尼拍开排湾族宣教的序幕，相时嘛是拍开信仰的门，互排湾族原住民信仰耶稣的机会。所以伫过当1976年正月初1，屏东教会就调集30几个人，摕着各力台的盐，盐巴的盐，到山地民部落访问关心。这个关心，这个访问，就拍开排湾族宣教的大门，互排湾族原住民有机会进入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阮排湾中会将每年的正月初1，加做阮排湾中会宣教纪念日。后来伫1955年，高雄中会，迄个时阵，阮是属于高雄中会哦。伫屏东教会成立排湾的区会，当然迄个年代拄是台湾原住民族群部落的教会福音遍地开花的年代，所以伫迄个年代的台湾原住民的教会的兴旺，互真侪台湾教会20世纪的心热。亲爱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恩典大大祝福台湾族正教会，所以伫1964年的10月初5，伫沙地门教会举行排湾中会的感恩礼拜。若是对排湾族教会历史的敬听来看，我要见证的是，当时咱屏东教会所做的事，亲像四道行传初代教会做的事相款。屏东教会对阮排湾族原住民来讲，亲像初代教会安提阿教会相款，是福音的出口。屏东教会承担传承基督信仰的宣教的使命，为屏东排湾族原住民开信仰的门。到今仔日，排湾族教会的历史的宣教的历史已经迈入78档。排湾中会成立今年满60档。2024年就是今年10月初5，就要庆祝排湾中会成立60周年的感恩礼拜。咱回想早期的信仰先辈，无论是当时的本地的牧长、外国的宣教师的帮赞，排湾族信仰先辈的努力，为着要传承基督信仰，成就这个宣教的使命的这款的信念，因展开山区迄款甘蓝的宣教之路，才有今仔日伫逐部落有教会的健康。特别伫60年、70年以前啦吼，伫迄款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啦，信仰先辈就安尼筚路蓝缕啦，就摆翻的筚路蓝缕啦。就一山过一山，一岭过一岭，来传讲主的福音。因到每一个部落，就建立部落迄个福音站。当因休困的时，伫遐来见证上帝甲因所做的一切，分享上帝怎样带领因的服侍。相时，这信仰的先辈，将先进的
材木带入原住民的部落，用文字来记录宣告的故事，将水的这款的文化的传承，用阮的语言来传讲上帝话，用阮的民谣诗歌讹落上帝，互福音定居伫台湾本土的原住民的部落。亲爱兄弟姊妹，基督福音进入台湾族的部落到今，原成立中会有60栋，教会总数有75间的教会，设立伫屏东台湾族每一乡、每一个部落，有10几间的教会是伫都市设立，信徒有12823名。真是感谢上帝的听甲伊的救恩，嘛，互阮真侪伊的囝儿。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我要甲大家分享见证的第一项事：教会传承基督信仰，成就宣告使命，互原住民嘛会当真做上帝，咱也有上帝的囝儿。第二项事，我要甲大家分享见证的是。起着这个地来承担上帝托的福音事工。26、27节圣经安尼讲，保罗甲巴拿巴对遐坐庄转去安提阿，就是伫遮教会有将因交托伫上帝恩典，找因出去做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然后保罗甲巴拿巴伫这个所在，就是伫安提阿调集教会正圣徒，将上帝甲伊们做伙的一切，以及因互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拢对因讲。了后，保罗甲巴拿巴甲当地的门徒带一段时间，甲因做礼拜，甲因祈祷。分享甲服侍，我相信嘛，继续讨论因怎样来为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继续来承担上帝所托的福音事工。所以咱会当讲，当时安提阿教会就是福音的宣告中心。使徒保罗伫遮将教会宣告的迄个资源。将资源送到迄个有需要的所在。相时圣经嘛，甲咱讲，保罗嘛将资源带到耶路撒冷去。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这个台湾中会宣告中心这个台湾宣告中心是现在讲的，但是以前的名叫做水门学生中心、水门学生中心信仰先辈起着这个地，就是要继续承担上帝所托的福音事工。伊的开始，这个中心的开始，其实是对台湾中会宣教的先辈，靠有在牧师有先知性的建议，伫1961年的正月23日。伫高雄中会山地部的会议内底提出的议案，因为正当时福音遍地开花伫原住民部落的同时呢，靠有在牧师伊发现愈来愈多的学生离开部落，到别地生活找头路，嘛看见嘛渐渐有这原住民的学生为着要读册。离乡背井，离开故乡，特别是伫民国50年，咱的政府设立山地农校，来内部山地农校，伫屏东内部乡水门这个所在呢，所以引起侪对北到南、对东到西的学生呢。逐族群的学生、原住民学生
来到这个水门农校这个学校呢来读册，所以呢，靠有在牧师发现这个情况，就安尼伫迄摆会议中间，伊提议伫水门这个白地的所在呢，来去学生中心宿舍，互带较远迄个原住民的学生来带，甲因来传福音。后来伫1964年台湾中会成立了后呢，台湾的正教会嘛毋忘所设立这个学生中心呢，嘛是会当做教会，嘛是会当做中会事务所来使用。拄伫这个时期呢，上帝差派伊的天使，阮真好的朋友就是吴通灿牧师，吴通灿牧师来帮赞台湾中会，伊计划买迄个要买啦，迄个学生中心边啊，属伫水利会土地，卖了就去白地的教会来募款，伊去过中华、台南、高雄以及屏东的白地教会来募款。另一方面，台湾中会正教会嘛，同心，为着宣教，嘛有更较大的发展来努力，所以起做水门这个地做学生中心，做水门教会嘛是事务所。后来水门教会互搬落来主人有礼拜的场所，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意向拢真侪台湾中会正教会的信心甲宣教的困难。对数度行端的宣教事工来看，安提阿会当讲是保罗传讲福音的出口，因为安提阿这个城市，除了伫当时是认定基督徒的身份之外呢，安提阿这个城市当时交通也非常的方便的城市，伫商业上呢，嘛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伫文化上是希腊化非常重要的城市，嘛是罗马帝国版图的第三端的城市，可见安提阿的重要性。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将这个所在安提阿看做是宣教资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什么所在有需要，因就将资源送到有需要的所在，为外邦人开信用的门。亲爱的列位兄弟姊妹，起做台湾族宣教中心来看，水门这个所在，嘛是因为交通方便啦，是一个要进入山区非常重要的出口。因为这个所在，头前是沙地门乡，更加入面就是卢凯族雾台乡原住民的部落。阮这边是用马家乡、台武乡、来义乡，一直到西雅乡。这边是高雄市的茂林区的原住民的部落。所以伫水门这个所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出口，或者是讲迄个宣教的转运站，那就宣教的转运站相款。真感谢主，这个60当前，咱的信仰先辈就有先知性的看见，通过因的智慧甲信心，将水门这个地真做台湾中会宣教中心，互阮有伫遐会当开会。会当讨论，会当办公，会当讨论怎样外来扩展宣教福音，来承担上帝所托的福音事工。这就是第二点，我要甲大家分享见证的代志。第三点，起做这个地，台湾
中会宣告中心大楼，继续成就上帝所托的福音的工程。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我回顾迄个宣告中心的发展，对学生中心、中医事务所、水门教会到要兴建起造新的宣告中心大楼的计划，虽然早年真早，阮就有讨论怎样来兴建大楼的代志，嘛捌伫中会会议提案6摆，总是感受到会影响对牧者社力的补助，对宣告大楼的功能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甲意见，嘛毋知迄个建设经费要为倒位来等等的问题，所以拢无一个结果。后来社会变迁嘛，教育普及，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学生中心宿舍已经无学生来住。水门教会为着要发展嘛，离开，另外伫附近买新厝做礼拜堂。中会事务所的建物嘛高，所以呢，愈来愈多的声音，中会事务所需要重建、重建。面对这款的需要、改变甲挑战的声音，一直到2018年2018年的第50世界中会第一摆的议会，就决议，阮一定要通过兴建一栋现代化的迄个宣告中心大楼，并且伫迄当中嘛接纳相关的经费筹备。阮为着要实现这个意向，中会对零开始，无钱对零开始但是中会通过宣告大楼的奉献主日，就是每年正月第一个礼拜，牧者的11奉献。信徒每一个人每个月50块的退休奉献，目标是1500万来奉献给中会，以及鼓励各教会及个人的踊跃来认捐。阮嘛新老合作社贷款1300万，嘛总会提案募款买1000万。望宣告中心的建筑施工会当如期来完成。真侪伫2024年，就是今年庆祝台湾中会成立60周年的感恩礼拜时，会上水的献礼。亲爱的兄弟姊妹，虽然开始施工的时，伫2020年。开始起的时，在迄个施工的期间呢，咱才拢拄着迄个新冠疫情。这个时，迄个物价搁起，但是台湾族众教会兄弟有缘来努力支持甲带导，互宣告中心的兴建过程咯，拢一切顺利，并且如期来完工。在这个过程的中间，阮深深体会基督的力量，通过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伫礼拜时的基督，得到迄款的力量通过基督得到主的智慧，所以无论拄到这的困难甲无共款、较复杂的工程拢会当顺序来处理完成。阮嘛亲身体会宣教的工作需要正教会兄弟同心做伙来做，
安尼，阮才会享受主的同在甲祝福。亲像圣经讲，厝体若毋是上主起造，起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惊醒。列位兄弟姐妹，这就是第三点，第三事，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最后，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新的台湾中华宣教中心的大楼，已经伫今年正月初6举行现场启用的感恩礼拜。这个宣教中心大楼呢，有礼拜堂、会议室、办公室、小组研讨室，有宿舍。伊会当提供礼拜，提供双年大学、信徒神学班，会当来伫遮来上课。遮嘛有宿舍，遮嘛有贵宾室，互人客来住。真感谢上主丰盛的恩典感带领，总是毋忘啦。这个宣教中心亲像初代教会安提阿所做工相款，诚侪福音宣教的出口。特别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会当拍开多元的宣教的发展，互更较侪人开信仰的门，伫宣教各样的宣教的需求呢，会当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阿门。佮一摆感谢又从教会的兄弟，接纳阮台湾中会为着宣教中心大楼的工程来直接募款，愿上帝祝福恁，祝福咱又从教会嘛诚侪福音的出口。愿上帝祝福，大家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伫你的内面诚侪你一家的人，伫你的内面享受你的恩典，互兄弟姊妹会当彼此来关心，互相帮忙甲支持。望通过阮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甲见证，互阮伫主你的内面结甲三千斤，详细来明白主你对阮的教示甲勉励。愿主你束缚油枪教会兄弟的贴心，甲因所做的工，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回应诗553首，请起立吟全首。为主来做一干净，做是一好朋友，向主听他来保佑，好人因无成就。为主来做一干净，严格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严格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严格愿意出声，不用救主多条道，天人放下性命，为主来做一干净，严格救
这功德。现在咱这个时阵来祈祷，感谢主，咱有听到百分中会，上帝安怎的透过圣神感动互因会当有感动，会当找到当时平常教会柯宇在牧师，后来有吴东灿牧师的帮衬，互教会福音的工作不断扩阔。宣教事工不断发展，所以到即马有75间的教会，佮要去做宣教中心的大楼，望伫未来宣教佮较大的发展，咱也为着因祈祷，因的需要求上帝祝福。请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新的年求上帝帮助，互得救人加天伫咱中间。为着咱的地下室的即个所有的起造的工程会当顺序祈祷，为着咱2月要召开的会议甲使用者免疫参会来祈祷，特别为着下晡合作社的社员大会佮参会来祈祷。下暗咱也有迄个新年的即个在家成果发表会来祈祷。求上帝祝福这个事工为着教会读经的运动，无论是正月底要结束的，还是要继续参加的，拢献上代祷。而且咱为着软弱的肢体身体祈祷，为着见闻弟兄小可中方感谢主，望会当紧紧恢复。为着阿兄姐身躯欠安伊陈兄，咱也为祈祷为着桂南宝老师为着咱侪这咧治疗中、咧恢复中，还是咱的这长辈咱拢献上代祷请咱大家举起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办中会宣教中心大楼去做奉献的主任。主啊，多谢你透过陈牧师分享过去伫台湾中会的宣教，上帝你的恩典，互福音会当到伫办中会，搁伫这780年来，主啊有真好的成果。主啊，因也要去做宣教中心的大楼，要继续来跑走宣教的路。主啊，你着甲因同在，互因的需要拢会当得到饱满，互所有的75间的教会拢会当成做传福音宣教的教会，会当完成你托付阮的使命。主啊，感谢你，宣教是教会的使命。主啊，使命就是阮所有受调人一生爱尽的事。主啊，阮会当参与中间。主啊，愿你祝福。主啊，阮也特别为了你的教会。主啊，伫新的年，阮也望教会会当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互得救的人哪加天。主啊，教会，阮无论是阮要调几个会会，阮要举行的使用者免的参会，还是今日的合作社的大会参会，主啊，求你拢祝福，互教会伫新的年所采表来跑走，互阮会当无亏欠上帝你的恩典，来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主啊，多谢你！主啊，阮感谢你啊！阮真侪细囝，主啊，伫教会，因会当有上帝予的恩赐，透过鼓励，透过培养，将来拢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阮下暗有即个细囝即个学生，因的在业成果发表，愿你甲因同在。愿你祝福，主啊，阮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特别将阿兄姐身躯欠安，求你的医治到伫伊，互伊会当紧紧得到恢复。主啊，说阮将见闻有小小的中风，愿你甲伊同在。感谢主，透过医生的治疗，也已经恢复，互伊会真紧会当来出院。主啊，有真侪伫病院的、伫治疗中的、伫复健中的，主啊。特别伫即个寒流，
阮的长辈，求你看顾，求你同在，求你保护，互阮有平安。阮若要迎起旧历的过年，逐人拢为着过年有真侪陪迎，出出入入，求你保护阮拢平安。伫外地要倒转来团圆，阮的亲人，求你保守，互因拢会当顺遂。主啊，互阮今年有一个平安欢喜的好年，求你施恩赐福。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请即事来受奉献。即咱今日是办中会宣告大楼，即个有一个奉献盒啊，咱若负担吼，请咱会当用即个来做奉献。上帝纪念咱为着即个宣告中心所付出。宣告是教会使命，使命就是咱一生爱尽的。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参与伫上帝爱咱做的事，会当互福音，会当传遍伫咱所徛起的所在，也会当互即个世界成做伊的国。这请起立，咱来吟奉献诗。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冕旒，加添祝福，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所献，诚侪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恳396首。山会救主赐福，阮心中上快乐。爱家的亲爱父祖，我已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眼光光明为主生命，从我心之面行行，一日通有宝贝修行，是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行业，作为分享对我罪孽，所受怜悯那加添，我的信心叫做帮助，那有那在阮无限，恩典无限，恩典无限，孤单将我同世界。祝祷请牧师。Uli kiaong kantuan na pakisumalia pas ling no tamale yang tiye sama katua kita dan no atala para wacana babula susini pakizang to marka sola kama pu la to rek na kiaong ipaparangas guanzu ya so ki to ke unten tibe xiong te tia tan xiang xing e gang dong ga in chua ga bin zeng dai ge dong di de dui ji xi gao yang xie dai bo jin amen